最近的天气，黏咪寒啊，黏咪热，乡亲就要注意健康。咱来关心国内疫情，疾管署今嘛表示，流感的疫情是已经有咧降啊，也毋过是还未脱离流行期，所以流感病毒也是世界咧传。按算上紧，要到3月中才会当脱离流行期。另外，行政院之前有加买公费的流感预防车，即马是剩1万栋，按算1礼拜拢会注了了。炎咪寒，炎咪热，这几天气温变化大，加上前一阵228连假，疾管署强调，流感疫情虽然有小可缓和，不过也是咧流行期。顶礼拜因为流感去看医生的有115000多人次，其中重症有64个，13个死亡，有69%的死亡个案拢无注预防车。疾管署提醒民众，社区流感病毒要咧传，要注意。那健保急门诊就诊人次有11万5000多人次，那跟前周比较起来下降的一个17%，但是呢，仍然是我们5年来同期的一个最高。那目前我国流感的一个疫情呈现下降的一个趋势，那但是呢，仍然还在流行期。那我们预估呢，在3月的中旬下旬呢，会脱离流行期。因为行政院之前紧急加买10万栋公费流感疫苗，疾管署表示，目前剩1万栋左右，估计这礼拜就会注了了。另外，针对走北疫情，疾管署指出，虽然病例有咧降低，但是顶礼拜挂门急诊也是有27万多人次，是最近5年降期上济。疾管署提醒民众，为了防范落楼病毒，就要注意接洗手，各有食品安全。腹泻的群聚通报的部分呢，上周大概是通报55起的群聚事件，较前一周是有略微下降的一个情形。那是目前呢，腹泻群聚检出还是以诺罗病毒为多，那发生的地方都是以餐饮、旅宿业为多。另外，病院伫过年了，因为连续假期等原因，地区急诊人拢太甜，造成急诊等待时间变长，医护人员负担伤过重。卫福部表示，流感走北疫情当咧转好，也发现病院急诊人次平均1礼拜病日下降10%，估计病例会大大减少。记者郭文林、玉凯台北报道。